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咱台湾目前的疫情已经比较平稳。咱决定要伫9月26开始实体礼拜，同时也有线顶的礼拜做伙进行。咱会遵守政府集会的规范来规划礼拜，请大家也爱配合所有必要的规定。为了让参加礼拜兄弟会当分流，咱预定礼拜的时间如下：第一场礼拜是台语礼拜，伫上午7点半开始，7点开始入场。第二场的礼拜是华语的礼拜，伫上午9点开始礼拜，8点半以后才会当入场。第三场是台语礼拜，时间是上午的10点半，咱10点了后才开始入场。第四场是英语礼拜，咱对10月3号开始，是下主日。参与礼拜的兄弟有以下代志需要大家做伙来配合。第一项，请要参加礼拜的兄弟，大家按照各场进场的时间来到教会，请唔通过头早就来到教会听候。第二项，当咱到教会了后，请用教会入口的 QR code 来登录，然后照现场同工的指示进入教会。第三项，礼拜结束了，请将奉献投入各礼拜场外面的奉献箱，而且照师会甲现场同工的印带线条。如果你若身躯有感觉无爽快、有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等等状况的兄弟，请伫厝里用线顶来礼拜。另外，儿童主日学游园踩线顶的教学，对10点开始转播，请父母陪同囡仔来学习。青少年组就照牧区的公告来聚会。愿上帝保守看顾咱，互咱会当赶紧恢复过去正常的信仰生活。